做法，六合三靠近顺咱带来。六号三，你已经害死偌济人，太死受了，要有国防记号演练，要有自觉度、重顺服，这6个人拢是我杀的。做法并知要受王法制裁，请大人光明正大，照公立断，罪犯绝不允言。
家三叉精神，互伊好好啊休困。是拄仔才食药啊，是？食真久啊，已经困一个时辰较加啊。我的可怜仔囝咧，爹啊弟啊，实在足歹命。阿娘，你毋通悲伤。讲囝咧，有病就好好啊休困，来倒咧，莫爬起来。阿娘，我无病，讲囡仔，我只是讲囝咧，在公床顶当场昏倒啊，叫我来讲你无病。阿娘，我做这个官是毋是毋对？阿娘，大哥迄答案全是为着害你。早若知影有今仔日，害你当初让我毋去赴考，我不应该做这个官，一来破家己的阿姨啊！当初欢喜你成真，为官烦恼为天情。拢是我害，若莫我偷摕剑刀，好山也要开山开。你毋通搁再自责，这个一切拢无度通好搁挽回。好山的，哪会用的安尼啊？都要替你去死啊！好傻的！最初，到咱俩夫妻的房间，
就是汤究竟。有啥物代志是？因讲必须铭记大人，方能秉过。请去书房等候。按坤大人到。大人，我君后剑鱼的伊，后剑的等你是讲啥？我都看到伊都爱见咧，安尼哪有毋对？对啦，爱大声记咧，啊，等你拄的是你讲啥？我讲大人，我君。汉君。对，安君，我紧张讲毋对，请我莫怪你。又讲毋对啊啦！我多啦，我紧张吼，一句话拢讲袂清楚，这简单的见面礼，我讲袂好势。毋免行礼，有话做恁讲。好，听讲悬崖出故事，讲明仔载你要判恁阿兄的罪。你爱甲判无罪呢？对啊，啊，小水伫你的手的，你若要安怎甲破就安怎甲破，啊，无人会干涉啊。嘿啊，如果你若判恁阿兄死罪吼，你会对得起？对，就是当个过落去迄个安怎讲？我袂记啊，好你讲。哎呀，你拄仔毋是念好好，啥物阁袂记哩啊？我都紧张，我紧张，惊讲毋妥，若讲毋对，伊若听了无介意，敢将我先杀出去台哦。啊，你拄仔讲啊倒会句啦？我都讲到将来我若袂记所在，你着赶紧接落去吼。如果你若将恁大哥的判死罪，大哥啦，啥物大哥啊？对啦，你若将恁大哥判死罪吼，你着对得起，对得起。厝皮头尾，你大哥甲你抚养的呢？啊，细汉的时候，伊卖命去趁钱，互你读书。你若将伊判死罪吼，你着将生禽兽滴到牛马。你安尼，我足惊伊小等下先甲你杀哦。我有教过才有入啊！你惊啥？免惊。你拢转去。啊？伊无要甲你杀啊，啊，唔去走。紧张。哎呦！啥人都无法度脱离生离死别，死是世界最后的解脱。你莫为着我的死，到底互我袂当安心的离死。欠你足多，
心声，虽然我袂当来行，太后死啦！我为你死，我为你死，我为你死。世上，你无爱死的人，偏偏伊爱死；你爱死，伊偏偏袂死。但是现在刘和尚，是任何人无法度通来救我。有人救你。已经无。要你小弟你有骗人。要何为亲命来访，比了要事。对，是为了孙安大人的忍受坚定，避之不得不来拜访。要何为请到机上。大人是毋是会记得1年前杜尚书的囝儿杜社强交到本镇陛下的代志？会啊，虽然曲元会已经被判了罪，也毋过杜尚书有缘怀恨在心，曾经在皇上的面头前造了一本，所以皇上才会派了笔籍交到本镇来帮忙大人办案。笔籍要离境的时阵，张相国曾经收书一封，叫笔籍带在身上。等候大人若是触摸到刘和三归案了后，才交大人清官。是文书的批。张相国一再交代，叫笔籍无论安怎样，一定要帮忙大人触摸到刘和三归案，才免予伊杜尚书会当在皇上的面头前再进谗言。我明白。大人既然明白，明仔载要办理刘和三，良比孙安大人，你知影应该安怎做，才袂辜负着张相国一番的苦心。多谢要何为。那安尼笔记固定。先生，要何为深夜来访，想必是有要事前来。是有要事。莫非是为着何三兄明仔载判决之事？而且又搁带来一张文书的事实，你摕去看。原来杜社强的老爸奏明皇上，讲你会贪污行长杀人，所以皇上才会派姚何为出京。文书要爱我公正廉明，代公务司去办这个案件。张相国的意思是，文书是为着我的忍受前提，才会写这张批来提醒我。那呢？何三兄的罪是应该判？斩首。你要互你的大哥死？毋是我，是王法。